呢排喺網上揾到一個非常之有爭議嘅樓盤啊，佢就惠州碧桂園十里銀灘啦。喺網上不斷有人喺度吐槽，不過佢現實中呢，佢嘅成交量同埋一個入住率一路喺度飆升，呢個反差真係太誇張啦。今日啦，同大家一齊起下佢嘅底，睇翻佢嘅交通係點樣嘅。咁乾貨超級多啊，睇完大家先至決定衝唔衝啦。先講翻個地理位置先啦，佢係喺惠州市惠東縣沿海嘅阿婆谷位置啊。聽聞個名同埋個南宋嗰陣時嘅文天祥係有關添噶。咁喺西邊啦就係屬於個惠州市大亞灣啦，再過去就係屬於深圳嘅位置。咁往東邊行咧就係可以去到一個叫做深圳合作區嘅汕尾市啦。純就佢就係一個灣區嘅一個思維啊。嗱，講到交通呢邊啦，仲有兩條非常之方便嘅高速啊，一個係惠深沿海高速啦，全中國最靚嘅高速，可以去到鹽田啦，或者去到羅湖嘅。咁另外一條叫做廣惠高速，可以去到我哋惠州市城區，或者係翻到廣州嗰邊嘅。可以喺我哋東邊同埋西邊各有一個出入口，揸車3到5公里就可以到噶，一國人滿即刻出發。咁而家位置係屬於碧桂園3期嘅交通中心啊。咁我哋身後呢個藍色嘅巴士叫做業主流巴，係免費搭乘嘅，可以往返1到6期任何嘅地方。咁黃色呢個巴士咧叫做京橋巴士啊，咁25蚊嘅飛價，1個小時就可以往返我哋呢個羅湖關口同埋一個蓮塘關口啦。成個交通係咪非常之方便？咁同時周邊仲有3個高鐵站任你去揀嘅，最近嘅係惠東南站啦，就15公里就可以到啦。下深高鐵40分鐘就可以塞到深圳北，仲可以直接飆到香港嘅西九龍啊，1個小時各18分鐘就到啦。車次都唔算少，每日29到38趟嘅車次。如果趕唔上，惠陽站、惠東站都可以夠下場嘅，不過距離就遠翻少少咯。咁都提醒下大家啦，惠州高鐵站點就比較多啲嘅，咁訂飛嗰陣時一定要睇清個站個名啊，以及去到惠州機場都係只需要40公里啊。24年下周航季開咗52條航線噶啦，係可以直飛41個城市，但係航班就唔算多啦。唔少人都係中意飛到深圳機場再轉車過嚟我哋呢邊。咁再同大家總結下啦，呢邊離城區確實係會遠翻少少嘅，通勤嘅成本會高翻啲啦。上班族嘅話，大家就自己度下啦。不過咧，巴士同埋公交車線路都係算係比較豐富，可以往返深圳兩地，其實都係 OK 嘅。咁呢一集同大家分享到我哋交通篇啦。咁到下一集同大家分享下呢邊嘅呢個配套篇啦。有任何疑問嘅或者問題嘅，可以喺評論區同我哋一齊嚟傾傾。